一站就是不会念，迄个聊天顶的传奇。在民国2年遐代志，大牛码头，迄个清水的溪，这是天顶啊！伊的古代，你若心机有看，就会知。古早若无看，安尼真无彩。阮今的番歌编的出来，番歌搁编出来。人是住伫咱本性，迄个名声才是聊天地。讲古囝爸母有较听声啦，舌头毋做是大病。天顶细汉啊，着真熬，大细兄弟拢真爱交，因爹叫做廖阿狗啦，住伫台中迄个牛码头。日本来子啊，改清水，伊大草地搁一庄位啊，天顶爱买去外位，因爹挡毋互你开你。吼！这聊天顶啊，本来就是非常的好动不好情就对啦吼。伊安尼啊，必须都是结棍甲适当，人人呼吁是哪主讲，在伊心肝内伫咧希望啊，吼，想要去外口安尼走走拍拼就对啦。迄时海线未开通，也未开通海外线，着去圣兴拆车单，家己一个毋招伴。站过小路是半过山，古早的站名叫做站6分啦，下市啊钱搁大约1块银，大路底行有脚筋。小路得通是雨路墩咯，加来去就是因兄弟的，也因爸母会张持啦，家己本身爱买来去多钱。得等这个路费，搁后时机啦。讲用要白菜呀，迄个将军了，我等若有钱，我着要紧来人了啦。风好运念伊搁着月了，我等甲强强
袂当袂掉。时大迄个钱头，别个死死哦，无通伊来嫁好，嫁好个因囝儿，哎哟，嫁好因囝儿哦。第运当拢时段咧钱头白死死啦，啊无通嫁互因囝儿啦，一次啦苦完我真无趣味，袂等这个时机，等甲当时哦，时机袂等来甲当时，心肝伫咧怨叹讲啊，打这要等甲当时，我这按到迄个时。